就是观众没有忘记他爱舞台，观众也非常关怀他，到底他病得怎么样。实质上呢，就是大姐的毅力和意志，就是向观众汇报，就是我还能站起来，我没有倒下去。容纳5000个人的一个文化广场，当时观众是5天5夜通宵排队，观众都不愿意离开，都是最后从观众席，实际上好多一批都涌向那个舞台啊。我现在才体会到，这么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受到人们的观众的那么的推崇，这么的敬仰，真的是。小鸡亲进来，见过武才先生。我不是武九，我叫申贤。你要找武吉吗？是啊，还让你请他一声。姓邵的。武九来了，见过武才。起来，起来。人事方回看那年，病死要紧总在本。过年有娃子管对我讲，我常为你做父亲。当时因为他由于身体的原因，用了一个舞台上的一个铁坨子，就是压布景的一个道具布景的一个铁坨子，绑在自己的脚上，以稳定他自己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重心。当时我想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，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，而不是超越了艺术的这样的一种生命，而不是仅仅是一种艺术的魅力了。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魅力。如果不看到79年演唱会上狂热的场面，我不知道先生当年的辉煌；如果不看到戏迷们对往事追怀的恋恋目光，我不知道先生的伟大。我看到了那么多的戏迷尘封在心底的那份半个世纪的依恋，在他们对尹先生的热爱和痴迷面前，我显得越发的苍白。我们都给他讲了，大姐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你总要家里，我们想办法等你好了给你成个家。他说不，我早就成家了，我的家就是玉觉，我是嫁给玉觉的，玉觉就是我的家，福建就是我的家，上海就是我的家，我的儿女就是学生。先生啊，你也曾经有过笑颜如花的青春年华，对于人生爱情也曾有过无数的憧憬和向往吧。
不然又怎能在台上演绎出那么多温文儒雅而又执着深情的男子？那是世间女子心中最理想最绝对的男子啊！想来你也是寂寞的吧？不然又怎么会在那温柔醇厚的唱腔背后有着最最令人惆怅的寂寞？我心里失去真人那一次，在音乐挂在前目放人里头里兄把情谊每早见举那个男人，从此我思索不见我辛苦了来下雨，在我四方最妈妈也在冷月还有来中有情无此数，一定相思铭记呀谁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大姐就是投身到，她说我的手到底不方便，就是我不可能在舞台上，她投身到就是教学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姐是东南西北都去的，一会儿上福建，一会儿到老家，一会儿到浙江，一会儿在上海，就是辅导他的学生。他像一棵冬天的老树，被岁月吹落了所有的叶片，被风雨凋零了华美的风姿，却依然孤独地挺立着，在生命的冷风里坚持着。疲惫不堪的身体里包裹的是一颗如此至纯至美至洁至刚的灵魂。虽然被禁锢在小小的轮椅上，但那股力量是挡不住的。他关注于所有的影派传人，给他们支持，给他们指导，哪怕只能通过一个表情，一个眼神。我记得我排的第一个影派大戏，老师是每天到排练场来给我排练。他每天就这样坚持拄着拐杖，就这样很不好的路，就这样每天来看我们排练。这是一个时尚与古典并蓄的城市，这是一个既善于广采博纳又敢于标新立异的国际大都市。海峡卫视梨园百花春在播出100期之际，推出100期纪念走进海派戏曲系列，十里洋场里品味动人的名伶佳话，
老戏台上寻找曾拥有的光影迷离，认知戏曲，感受经典，走访名家，读阅戏曲人生。你好，我是王君安，我是上海粤剧院的赵志刚，我是上海沪剧院的演员，我叫马丽丽。梨园百花春，百奇之际，我祝贺这个栏目越办越好，恭喜你们能够继续顺利的常驻在我们心间。走进海派戏曲系列，海峡卫视8月26日起，每周六21点50分与您相约。我记得我排的第一个影派大戏，老师是每天到排练场来给我排练。当时他已经半身不遂了，所以行动非常不方便。排戏的时候，他非常费力的要说，而且右脚是不能动的，这个手只能大概抬到这样。只能这个手来比划，但是两个眼睛啊，真的是特别有神。那关键还飞向往前，这种水无尽儿。心悲从自己的命儿无自己所，年错让是我心内他每天就这样坚持，拄着拐杖，就这样很不好的路，就这样每天来看我们排练，来给我们指导，所以这是精神上非常那个可嘉了。对，他对我也很好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懂事啊，然后他就一直教啊，那就是不单单是艺术上来教我，就做人呐，就从小在他的熏陶之下，就是说那样成长的。